大家平時坐飛機有冇諗過，如果有一日國泰航空嘅社交平台突然之間將自己個頭像變成咗對手新加坡航空，又或者係香港快運個 logo， 你會唔會以為佢俾人 hack 咗入去呢？喺剛剛嘅世界盃8強賽之後，國際球壇同航空界就真係發生咗一單震撼全球嘅世紀豪賭。話說今屆世界盃8強，英格蘭對挪威，傳成熱話就喺開賽前，挪威航空喺網上非常之挑機，主動向英國航空提出咗一個瘋狂嘅賭注。佢哋話，如果我哋挪威今晚輸咗，我哋就將自己官方 IG 換成你哋英航嘅 logo 一日。反過嚟，如果英格蘭輸咗，英航就要換成挪威航空嘅 logo 啦。當時英航睇到，當然唔能夠失威啦，立刻好霸氣咁回覆咗一句：唔好賭一場你哋贏唔到嘅賭博啦。跟住佢哋就果斷咁接受咗呢一張賭單。結果大家都知道啦，英格蘭最終以2-1逆轉淘汰咗挪威。挪威航空雖然喺球場上輸咗，但係公關就非常之願賭服輸。喺第二朝早，佢哋就真係實踐咗承諾，將自己全網嘅官方頭像換成咗英航嗰條經典嘅藍紅緞帶標誌。唔單止咁樣，挪威航空仲要喺網上面發咗一張圖，寫住英格蘭嘅爭冠口號 It's coming home， 嚟到恭喜英格蘭，簡直係將自己嘅面子雙手咁送俾對方。結果呢一件事一爆出嚟，全球網民瘋狂咁湧入去食花生，連馬來西亞航空、奧地利航空都走去留言留名，熱鬧過睇世界盃啊！老實講，挪威航空雖然係賭輸咗，但係呢個免費嘅全球病毒式宣傳效益簡直大過佢哋花幾百萬去拍傳統嘅廣告。平時我哋睇到香港或者亞洲嘅航空公司，通常都係走高尚、好嚴肅嘅路線，估唔到歐洲嘅航空巨頭竟然可以玩得咁大咁幽默。如果有一日香港航空公司亦都跟對手開賭，唔知道大家最想睇到邊一間航空公司要換 logo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喜歡呢啲國際趣聞嘅朋友，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聽娛樂。我哋下一段片再見，拜拜。